这个视频呢，来给大家说一下，咱们最常用的一个 Linux 下的一个编译器叫 GCC，那么它是开源的也是免费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咱们就详细的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用法。那么 GCC 这个软件呢，它其实用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了。我们如果写了一个程序比如说这么一个程序，那么写完之后呢，咱们就要去把它编译生成一个二进制序列。这样的话，咱们的电脑呢 CPU 呢，它才能够直接运行。好，怎么编译呢？就通过这个 GCC 来编译了。那这里面呢有一些这个选项啊。那么第一个要用的是这个-O，杠 O 的话呢，意思就是生成一个指定名字的文件。你比如说，我要把这个点 C 生成 Hello， 那么就杠 O 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后面这个不写，那么你也可以来编译这个文件。那么它会生成一个默认的叫做 A.out 的文件。这样的话呢，可能你在很多这个程序的情况下你就没有办法一一区分了，是吧？所以一般情况下呢，我们都会把这个名字把这个后缀去掉，就变成我们可执行文件的名字了。那么这里需要给大家说一点的是，咱们这个编译过程呢，它其实是包括了这么4个阶段的。也就是说，看起来好像是一句话就编译完了，你看这里。但其实呢，这个点 C 文件它是经过了一系列的这个转换，最终呢才生成你这个可执行文件。这些步骤呢，包括预处理、编译跟汇编。那么它们之间究竟是做什么？那下面这个书上面有一个详细的解释。我们呢可以通过一些额外的一些选项来指明我们要去处理，就是指明我们要到达哪个阶段。你比如说，我只要第一个阶段我要生成这个点 I 文件，那么我就呢加杠1。如果我只要这个第二阶段的狭义上的编译，那么我就加一个杠 S。如果我只要汇编，我就加杠 C。那么大家注意 ，GCC 的这些选项，它们的大小写是敏感的你像这个是大写的，你像这个是小写的，这个不能写错。好，那么这个链接呢，它指的就是我们最后这里需要去重定向我们的库，因为呢不可避免的，我们要去生成一个文件，你都需要去链接库的。如果没有库的支持呢，单纯我们一个文件是无法去执行的。你比如说，我们这个文件呢，它在后面执行的时候，它其实是需要一个启动代码的，是吧？没有启动代码，那么你的环境变量、你的外部参数也就没有办法放到我们这个可执行二进制文件里面了。那么这每一步呢都是必须的。在我们这个书上面呢，还给大家说了，你什么时候需要生成这些中间文件。就一般情况下，这些点 I 跟点 S 还有点 O 它们是不需要的，因为你只需要直接就生成一个可执行文件的。那么什么时候才需要这些中间文件呢？一般是这样，预处理呢，它会帮我们去展开宏，包含头文件。那么这个宏呢，有些时候是比较复杂的。当我们编写一个比较复杂的宏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办法去直接观看这个宏展开之后的结果？那么可以建议你呢生成点 I 文件看一下。有些时候呢，我们可能要去看一下汇编，根据汇编指令来反过来看看，咱们所写的 C 程序的第一行代码是怎么样，对吧？咱们可以看这个。那么当我们要去制作这个动态库、静态库的时候我们又需要有一个点 O 文件。好，那后面这呢，还给大家提到了一些实用的编译选项，我们一个来看一下。这杠 O 刚才已经讲过了，它就是用来说明我们要生成的文件的名字。所以呢，这个杠 O 跟后面的文件名是紧挨在一起的，它们不能够分开，中间不能够插入别的东西但是它们可以一起呢放到别的地方，你比如放到前面这个是无所谓的。你这么写也行，这么写跟我们刚才呢这么写是没有区别的。这个目的都是为了编译这个点 C， 然后生成一个叫做 A 的文件。
杠一杠 s 杠 c 就我们刚才讲到的分布编译。杠 g 呢是生成一个调试信息啊，那么后面会给大家介绍这个调试器。你要使用调试器呢，你就必须要加入调试信息。杠大写的 I 跟大写的 L 是指定头文件和库文件的路径。我们在编译程序的时候，除了要使用系统给我们提供的默认的头文件和库文件之外，有些时候呢，我们会自己就有头文件或者库文件。那么在这里给大家举例子。好，我们在这呢来给大家举例子，在这个 share 里面。好，假设呢咱们来写一个代码叫做 main.c。首先呢，我们包含一个系统的头文件。那么这个 stdio.h 啊，它是咱们系统的头文件来的。然后呢，咱们要用系统的库函数。好，这两个东西都是系统它默认的，它本来就有的，自带的。哪两个呢？一个是这个文件，一个是这个函数。这个文件跟这个函数，它们都是系统自带的。因此呢，我在编译这个程序的时候，我直接杠 O 生成我要的文件名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不需要去指定头文件，也不需要指定库文件。好，但是有些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去包含自己的头文件。那么自己的头文件呢，是用双引号弄起来的。你比如说我的头 my head.h。同时呢，我们还可能去调用自己的函数啊，你比如说 function， 这个函数实现什么功能，这就不要紧了啊，反正这是自己的函数。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调用自己的头文件，指定自己的库所在的地方呢？啊，我们继续来写。那么现在你再来编译肯定是不通过的，是吧？因为这两个东西呢都没有。那我们先写一下这个头文件。假设咱们把这个头文件放在一个叫做 include 的地方，好，那么咱们进去 include 里面来写一下这个头文件，叫做 myhead.h。这个头文件里面有什么内容不要紧啊，甚至可能可以留空，是吧？不管它，就假设就有这么一个文件。下一步 function 这个函数，咱们可以把它放在咱们的自己的库里面。这库呢，假设咱们把它放到一个当前的 lib 里面。好，咱们进去 lib 去创建一个库，让这个库里面包含 function 这个函数。这库是怎么来的呢？库也是由点 c 文件来的，所以咱们来写一个叫做a.c 的一个程序，里面包含 function 这个函数。啊，它的功能不要紧啊，咱们就写留空就可以了。有了这 a.c 之后，咱们呢就应该先把它生成一个点 o 杠 c 啊，这是刚刚给大家提过的。有了点 o 文件，咱们就可以呢通过这个 AR 来生成呢一个静态库，比如说就叫做 lib my lib 啊点 a 点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我就生成了一个库了。那么这个库的名字呢就叫做 mylib。注意前面的 lib 跟后面的点 a， 它们不是库名啊，它们是前缀跟后缀。真正的库名呢是中间这个 mylib。好，回到刚才我们的主题，现在咱们再来编译啊，咱们这个程序。现在咱们再来编译这个程序 ，gcc main.c 生成 main 函数。那么当然你没有指定头文件，没有指定库，那当然不行，是吧？那么回归到这，我们用杠大写的 i 指定头文件，用大写的 l 来指定呢库路径啊，这是不是指定文件啊？是指定路径。那么这个路径我们当然是应该是这么指定的，杠 i， 你的头文件呢是在 include 里面，当前目录下的 include。那么请注意，这里呢是没有空格的啊，别写错了。我们的库文件呢是在当前的 lib。那么另外，我们的库文件需要指定名字，用小写的杠 l 来指明。你的库刚才已经讲了，它就叫做 mylib。你看，这样编译就通过了。好，那么这个呢就是
这两个啊，给大家说了一下。后面这个呢是指定优先级、优化等级啊，指定这优化的等级。咱们写的一个程序呢，它里面的一些代码啊，是可以通过这个优化的。这个优化是这样的，等级由后面杠大写的 O 后面的数字来决定。这个数字呢，从0开始，0、1、2、3。优化等级越高，编译的速度越慢，调试的难度就越大，运行的速度越快。那么一般而言，我们是怎么去选择这个优化等级的呢？我们在程序调试阶段，咱们呢把这个优化关闭，这样利于调试。在最终发布的阶段，咱们可以把它调为 O2， 这样的话呢，就很多这个地方就可以被优化了，对吧？那为什么不写 O3 呢？但这个其实也可以，只不过说我讲的是 Linux 这个内核编译阶段，经常呢我们可以用这个 O2 作为一个大家都在使用的这么一个选项。那么至于说这个 O1、O2、O3 它具体究竟优化了哪一些细节，那么这些繁琐的细节呢，你应该去查找一下 GCC 它的帮助文档，你可以去 man 一下这个 GCC， 然后呢去查看，比如说 O3 或者 O2 他们具体做了哪一些优化。你看，那么这些优化就后面就给你提出来了，对吧？我们可以去找它的一个帮助文档，这是他们具体的优化的一些选项啊。那么后面这个呢，还有这个呢，指的是使用静态连接还是动态连接。我们在链接这个库的时候啊，那么你可以呢去选择静态库还有动态库。静态库和动态库它的名称可能是一样的，比如说刚才我们这个例子，在我们这个例子当中，我们生成了一个静态库，叫做 lib mylib.a。那么也有可能呢，在我这个 lib 里面存在另一个动态库，它也叫做 mylib 啊，但是呢它是一个动态库啊，你看可能是这样的。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编译的时候依然是用这一条指令的话，那么你说这个 mylib 究竟指的是你这个动态库还是静态库呢？这个要在你的实际环境当中你去测试一下。而当你加上这个选项之后，那么它就使用这个静态库 static 啊，使用静态库呢，它在编译之后就不依赖于库文件了啊，就是说如果你链接的是这个库的话，你把这两个库文件把它删掉，我的程序依然可以运行。但是如果链接是动态库的话呢，它就不行了。这个也是我们编译的时候经常所要使用的一个选项啊，就是打开收到警告，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语言的初学者，那么建议呢你都要打开，这样的话有利于编译器帮我们去显示啊所有的这种语法瑕疵，有利于呢你去不断的改进。好，那么对于这个 GCC 的一个使用啊，咱们就到这。